今天是2005年5月14号。藏文课隔了2次又开始。再重复一回这个藏文的学习方法。咱们一开始学的时候就说过，很简单，就是记住每天要读。当然尽量读的多好，但是少也要坚持每天读。这样呢，你过2个月就不一样，过2个月就有质的进步，过2个月就是慢慢你就能跟上下来。这就算你学一门语言就肯定能学成。怕的就是学语言最忌讳的就是学几天放几天，学几天放几天。这样你放几天之后吧，你后边学的这几天实际上是倒退了，正在恢复过来，再倒退，倒过来再恢复。这样你学一辈子，那个语言根本就没有用，就等于在浪费时间。所以就差在这个微细上。所以一定记住，不管多忙，不管多累，一定不能放几天，一定是每天都要读，最少也要读个10几分钟。一定是这样。这样呢，你只要坚持住这一点，好像很简单，好像很就是不用费多大劲儿。但是呢，你就只要坚持每天都读，你过几个月就会有一个质的进步，过几个月就你就一直就这个语言你就能用，最后就能跟下来。一定记住这个。不管咱们讲课隔的时间长，隔的时间短，这跟你的那个读没有关系。从你第一课开始学有东西读开始，你就应该是每天都读，记住这个。否则的话，告诉你就是没有用，就是你费几年功夫，费几10年功夫。这个很多人都是很多人的经验的，学了10几年，根本那个藏文根本就没有用，就是在那退一退，进一进，退一退，进一进，老是在那个没有用的那个地方在那来回走，没有用。然后咱们现在呢，从69页这开始复习一下，然后咱们往后来啊。后边因为我们现在都有字典了，然后呢，查字典方法也说了一下，其实就是2个原则。第一个就是元音的排列顺序，记住是R E U L， 就是字母的排列顺序是 R E U L， 你记住这个，你到时候你查的时候一看你就知道是在你要查的这个在前边在后边。第二个就是那个后加字下加字的顺序是后下前上，这是第一圈。第二圈是在有上加字的情况下在后下前，然后这样一圈圈往上加。第三圈就是又有上加字又有这个下加字的，然后再加前加字，就是一圈圈往上加。这个说起来好像你查的字典多了，慢慢自己也就把它总结出来了。记住，就是主要就这么2个原则，记住就行了。能查字典之后呢，咱们大家就增加了一个任务，就是说原来是每天要把新学的课，甚至你有时间可以把以前学的课呢经常读一读，这是原来的要求。现在呢，就是说新课呢你自己去看一看，不明白的词儿自己去查一查，练习练习，能查多少查多少，查得多你到时候听着就比别人就要先进一点啊。而且这个词我发现是查一次差不多能记住。对，你一查，而且查还有什么好处呢？那个前后跟它相近的词是什么意思？变一下，慢慢，这就是一个学藏文的那个很好的方法。以后呢，就是说不光是每天要读一读，后边的新课呢自己查一查，这样的话，咱们讲课呢也会就速度快了。讲课速度不快不行，这个咱们以后速度呢一定快。再一个就是后边快也有条件了。后边的语法不复杂，就是没什么，一看就明白。所以呢，主要就是一个词汇问题，那就是后边咱们就会速度越来越快，很快的，咱们争取尽快的把它讲完。这本书讲完之后呢，咱们看情况，如果要是有条件允许呢，咱们也可以就用经论来精读，直接读经论，到时候咱们再看情况。好，翻到69页，咱们先复习啊，最底下那2句。开始啊，芒波基督罗吞呐，芒波基督罗吞呐，念chung地gang吞亲主，
南冲地强屯青竹，芒波季度罗吞呐，芒波季度罗吞呐，南冲地强屯青竹，南冲地强屯青竹，南大翁江米扎，南大翁江米扎，沙大翁江米扎的，沙大翁江米扎，沙翁呢吉，沙翁那吉，进对吧，进对吧，tham界波波，tham界波波，帕嘎尼，帕嘎尼，绝松米涅的，绝松米涅的，绝国米切，绝国米切，驴车新北，驴车新北，有长马记，有长马记，块根月，块根月，爱伦波南记，爱伦波南记，瞧我下家堂，瞧我下家堂，哈记公交拉索吧，哈记公交拉索吧，但场内立根月，但场内立根月，军星落间给吧样，军星落间给吧样，南西在那给玩狗，南西在那给玩狗，这个长时间不读就是显得生啊，所以证明这个道理啊，以后大家记住，一定要每天都读，那样的话你就一直是在进步，而且很省力，可秀你记明白，可秀你记明白，越西，推行动，主板狗肉，车北云丹娘狗，开得军事没那样，车地了，鸡蛋把军给，一切把人民狗，卡拉你莫下瓦那，狗干忙养通明狗，爱南，张荣给亚得些恰瓦儿来，给对昂呢，全部穷我些票，翻过来，一个村里马可，鱼塘阿玛尼产，家切巴了，新都科瓦西，用瓦儿度江，龙巴汤野餐，鱼梅北，起码忙包销，克拉鸡穷瓦人，塞瓦了，俺拿瓦人切，却嘎嘎儿呢，穷瓦人，家却我所亲巴儿狗儿，给别旁绝，他们这样扛瓦儿狗的，金巴亲别帕玛尼，葡萄柴外奥多，大都我外，帕玛尼给米，东巴儿狗儿，卡拉南郎，你莫行给下儿读，马尔巴让养，过度间切消毒，阿妈，去看地呢，迷茫包细读，对堂。复习完了，下边咱们来学新课啊。第17节也是总的是第48节。
叫不自主动词的起源事儿。这个不自主动词咱们说过，藏文的动词里头啊，大部分都是自主动词，就是人主动能够控制的一些动作。还有一少部分动词呢，它是表示一个动作造成的结果，这样这些动词呢是不自主动词，因为你可以控制我去做一个什么动作，但是那个动作能不能达到某一种结果，这个是不由人控制的。所以这个不自主动词呢，它一般是表示动作的结果，动作达到的一种状态。这个不自主动词呢，它没有命令式，因为它有这个就是过去时、现在时、未来时，但是没有命令式。为什么没有命令式呢？因为不自主动词它人不能控制，所以你不能要求对方说你必须达到某种状态，所以它这个不自主动词啊，变化形式比较简单，没有命令式。但是呢，有时候呢，人们就是要表示说希望对方达到某种状态，就是说本来是不是人能控制的，但是我希望你达到那种状态，所以呢，不自主动词呢也会有起源式。说既然它没有命令式，又要这个起源式的语法形式就是命令式，那怎么办呢？它用其他的加个语尾，再加一个动词，再加一个动词呢，把它变成这个就是说我希望你达到什么状态，这就成了不自主动词的起源式。具体咱们来看一下啊，你比如说咱们也读一下他这个话啊，他说不自主动词本身没有式的形态，就是没有那个命令式的那个形态，只有三实，就是三个过位线，只有这三实的形态，但可以通过加语尾和语气词构成谓语来表示祈求和祝愿的语气。那就是这个东西不由人控制，但是我希望你能够达到这种状态。这个现实生活当中是有这样的语法现象的，所以呢，它就出现这种不自主动词的起源式，也就是命令式啊。咱们来看第一句，第一种形式，他说现在时跟未来时的不自主动词，它如果加一个巴日给尔基，就变成了命令式，也就是起源式。巴日给尔咱们分析一下，你看到这个巴日给尔，咱们说给尔主要的意思是变化，转变、形成，它还有一个这个命令式里头有一个形成，就是客观的形成前边那个状态。即是一个典型的命令式的语气词，命令式的词尾。这样的话，给尔基就是希望你成为什么样的状态啊？就是这样一个，一看到这样的词尾，你就知道这是个祝愿式，或者请求对方，或者祝愿对方，给尔基。咱们来看一下第一个例句啊，说大家讲马翁贝提呢，打架是我们，将是这个也，马翁吧是没有到来的，是吧？马翁呗，翁是来，还没有到来的，提是时间，拿是在这个时间预格，在还没有到来的时间，这是直接这样译了。还没有到来的时间就是在未来，对吧？在未来，在未来时，在未来的时间里呢，大家讲我们也，这是内容。比如记在最后，就是一般翻的时候，汉语呢是翻到最前头的，就是希望什么什么什么吧，或者说祝愿什么什么吧，这个就是直接翻的就是愿我们也能在未来的时间，这是第一句。再看后边一句，帕巴唐切景，帕巴是圣者，帕巴本身这个动词最基本的含义是跳跃、超越，这个做名词用的时候呢，就是超越一般人的这个状态的人呢，就是圣者，帕巴。唐切是咱们学的很熟悉的一个词了，是会面、遇见。遇见谁呢？是倒着来的，遇见唐前边那个东西。所以
帕巴唐彻景就是与圣者相遇，经是和，它不光是与圣者相遇，还有祝愿，一个是祝愿我们大家呀未来能跟圣者相遇，还有一个祝愿就是什么呢？南巴日缺瓦尔给尔吉，南巴日缺瓦尔给尔吉，南巴日缺瓦尔给尔吉，南巴日缺瓦尔给尔吉。南巴日这是一个给动词加强动词的一个副词，怎么加强呢？就是非常很十分，就反正你就看那个后边那个动词的情况来给它加强，就是加深加强就行了。后边动词是什么呢？是缺吧？缺是什么呢？缺就是你这儿原来是捆着的一个疙瘩，给你解开，你原来被受束缚，把它解开，这是它的本意。抽象意义就是什么呢？就是解脱，就是解脱。这个就是我们从轮回里头得到解脱，得到大自在，得到自由。这个解脱加强动词那怎么译呢？它这儿就没译，就是直接解脱就行了。那你看情况就，如果这个句子里头强调这个加强的意义，你就要把它译出来，使我们得到完全的解脱，彻底的解脱。反正你就根据后边动词来加强它就是了。这儿就没译。第二句就是咱们说的形成这样的状态吧。你看，本来这个解脱呀是一种结果，就是我们可以去修行，修行是我们修行不修行是自己能控制的，这叫自主动词。但是修行的目的是得到解脱，但是你能不能解脱，这个是不由你自己控制的。你说如果由你自己控制，我说现在解脱，啪，解脱了。它是一个状态，就是说你能不能修行达到解脱的状态，不受我们动作控制，所以它是一个不自主动词。不自主动词本来是不能要求对方达到的，就是说你不能要求对方做一个他不能控制的动作，但是呢，实际生活当中我们就会有这样的祝愿，就是我们希望能够解脱，能够达到解脱状态，所以就会出现不自主动词的命令式，起源式。记住，这个给如记就是形成这样的状态吧，也就是一种祝愿，就是说本来这个很不容易达到的，不能控制的，我们祝愿人们获得解脱，所以这是祝愿。这样的话，整句就出来了。咱们再翻一句啊，翻的时候把这个给如记翻到最前边，说祝愿，然后回到前边，我们也能在未来的时候与圣者相遇，获得解脱。第六句就是形成解脱的状态，达到解脱。这就这样，你们如果有理解语法意啊什么各方面理解不清楚，随时就问啊。如果清楚了，咱们就再来读一遍。大家讲马翁白去呢，帕巴唐彻景，南巴缺瓦尔丢记，大家讲马翁白去呢，帕巴唐彻景，南巴缺瓦尔丢记。这是一句啊，咱们看第二句。打给麦白气，打给麦白气，打是我给是及物动词的句格，不是及物动词它不用句格。及物动词就是说它有宾语的，直接宾语的一定都有句格。我做了一个什么动作呢？麦吧，麦是说的过去时，就是说的过去时。我说过的气是字句词儿，也可以指一个字儿，也可以指一个词儿，也可以指一个句子，也可以说指好几个句子，就是说的话。气就是说的话。等是真实，咱们在那个心经里头见到，就是真实不虚，就是这个等是。我说过的这些话，如果是真的话，它这个中间省了那个是，如果是真的话，如果是真实的话，我说过的这些话，如果它是真实的话，后边啊，等把麦把底，
等巴日麦巴迪，等巴日麦巴迪。这个等巴日是形容麦巴的，麦巴是个动词，所以等巴日一定是个副词，不是形容词。那个如果中间用的话，用土也的，不能用白勺的。哎，这就是真实的说。我说这个话如果是真实的话，以此敌就是用这个，用什么呢？用前边这个，用前边这个什么呢？就是真实的说。这个后边翻的叫这种说真话的行为，就是说我说真话呀，这是一种功德，这是一种，如果他要是这个用的地方很得地的很这个合适的话呢，他会有很大功德。我说我真实的说话，这个行为，这个功德。他说如果我说的这个话是真的话，就以我说此真话的这种，以这种就是功德啊，以这种这个功德呢都有好的果报了。以这个功德，他把这个功德等于是一个什么呀？等于是一个回向，是吧？就是说我这个功德回向什么？说如果说的真的，就以我说真话的这个功德，我回向什么呢？回向看啊，却给迷，也即通瓦尔给尔吉，也即通瓦尔给尔吉，却给迷这个清楚，你的眼睛，也即哑，它因为后手边这个 k 固是闭元音，所以呢哑变成也即这个也是什么呢？是只，就是一对儿里头的一个，一只眼睛，一对儿里头的一个。你看这牙本身是一对儿，是吧？也有两个活口，是吧？两个向上开的口子。这个牙是代表一对儿里头的一个，也即就是你的眼睛，你的一只眼睛，后边即就是一了，一只眼睛，你的一只眼睛。他可能那个对方啊，有一只眼睛是瞎了，肯定是吧？他就说，如果说这个话是真的，以此说真话的这个功德呢，希望回向，使你的一只眼睛怎么样呢？通瓦尔给尔吉，通瓦是看见，看见不是看见是表示这个动作的结果，就是看见了。这个是不自主动词，你想看不想看由你控制，但是你看见看不见这个是受客观条件限制的，所以呢这叫不自主动词。但是呢我就想回向什么呢？让你的眼睛能够看见，就是让他的眼睛复明，就是这意思。这就是说在现实生活当中，他确实有这种就是希望不自主动词的那种结果，希望它能够出现的那种祝愿，所以呢就会出现不自主动词的起源事。这就是这个语法意义，就是说本来不自主动词不能这个要求对方做到，不能这个做命令式的，但是呢实际生活当中我们就希望，就是说本来很难达到的，很不容易控制的一些结果呢，我们就是希望它能够达到，所以就会出现这种句子。这实际上是一个功德回向。咱们整个句子再翻译一下啊。有我说过的话，如果这个咱们汉语一般翻这个拿就要翻到最前头了。如果我说过的这些话是真的话，是真实的话，以此你看又是这个敌意先这个翻在前头，以此真实的说话的行为，希望呢，比如这就是希望呢你的一只眼睛能够看到，能够复明，就是自己的功德回向给一个具体的目的。咱们来读一下啊，打给麦白气等呢，等把麦把底，却给密也记，通瓦尔给尔记，打给麦白气等呢，
打顶麦白气等呐，等把儿麦把底，等把麦把底，看给米也记，看给米也记，通娃儿丢记。通娃儿丢记。哎，以后你就一看丢记，哦，这就是形成这样的情况吧，这肯定是一个助愿。你看啊，下边翻过来看第二种。第二种形式就是这个不自主动词的现在时跟未来时呢，可以加个什么呢？把儿学记。这个跟那个不同的就是丢记，就是形成这样状态吧，变成了学记。学是什么呢？学就是这个命令式的一个那个就是希望如何，希望如何，就是这个发愿用的学记。学记也就是命令式这个词尾，加上它一定是命令式，就是祈请啊，这个希望啊，祝愿呐，就是这样。咱们来看例句：寄给你，寄给你，寄给你，寄给你。寄是给是句格，你是一个语气停顿，什么意思呢？就是由一个什么意思呢？这是由一个人，就是一共有两个人，他们两个人呢前生修行呢，他们两个回向不一样。一个呢，他就没提人，就是其中的一个人呢，他怎么回向呢？他说哈尔盖瓦尔学记，哈尔盖瓦尔学记。注意，在这个学后边你加上那个记，加上上边那个记，他这丢到了，他这可能打字员一看，这儿有一个戒哈，他以为这个戒就跟那个记差不多，回头一看他就少打了一个记。学记这要那个是八日学记，可以换成蛙日学记，但是你不能省略，这后边加一个记。哈尔盖瓦尔学记，哈尔盖瓦尔学记。哈日哈是神是吧？天人。日是记体叶格，就是后边是盖瓦是升到天人中，升到神仙里。它那个然是一个集体叶格，就升到什么地方啊？是个地点语格，升到天人当中。学记就是愿我能升到天人当中。这是语还是集体？应该是地点语格。地点语格没错。不是集体。不是集体，不是集体叶格。集体叶格是指的直接宾语，就是它那个直接作用的对象。这个是升的那个是地点语格。对，说让我升到天人中，后边戒呢就是一个引号，就是它那个意思是所谓，就是所说的，就是后边是说的动词，后边说的动词说了什么话呢？它就是说了所谓的这样的话，所以它呢实际上作用就相当于一个引号，就相当于咱们汉语引号，只是它这个藏文这个引号呢只有后边没有前边，前边你要自己根据意思找到它是从哪儿说的，这是一个引号的作用，就是说了前边这样的话，后边戒min lam de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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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 lam 是发愿， min lam 前面咱们学过， min lam 是发愿， deb 是本身是种植，就是基本含义种植，但是它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这个发，就是这个就是发愿的发。min lam debo 这是经常组合在一起的词，就是发愿。整个这个句的意思就是说，一个呢就是这两个人当中，其中有一个人呢他是句格，他呢动词是发愿，他发愿说了什么呢？说了戒前边的这句话，其中的一个人发愿说愿我学记嘛，就是愿我呢升到天人中。咱们看的翻译说一个发愿到愿能升作天神，这个译得很准确啊。咱们再来读一下它的意思啊。这个咱们这个语法意义就是说什么呢？这个升到天人里头，这是一个结果。你可以说我想升到天人里头，但是能不能升到，这是一个不自主动词，是一个这个就是不由你控制的结果的状态。但是呢，你可以发愿，不能控制，但是你可以发愿。这个咱们学佛知道这个发愿很重要，因为
如果你没有这个愿望，你绝对不会这个东西回向到那个地方去，不会起那个作用。你必须有这个愿望，而且你愿望越强烈啊，它这个就是成熟的时候，它跟你这个愿望，它就成为你的因缘，成为你种子的作用，成为你的条件。所以发愿非常重要。咱们来看看这一句啊，寄给你，har ge var shoji， 借min lam debo， 寄给你 har ge var shoji， 借min lam debo， 这是一句。再看下一句，这都是祈愿事啊，都是发愿。马翁贝提素，马没有翁来，没有来到的时间中，也就是在未来中，在未来时。桑叶夏加图巴堂，夏加图巴，桑叶夏加图巴堂彻的，长了点啊，再来一遍。桑叶夏加图巴堂彻的，这就咬清楚了，多读几遍就咬清楚了。一开始读的就是不熟悉啊。桑叶就是这个佛陀了，夏迦是释迦，图巴是这个能，这个咱们一般翻叫能人，对，能人就是他的名字，就是意思，他的名字的意思。夏迦没有意思，夏迦是译音，就是他那个姓的那个就叫释迦，那个没有意思。图巴是能人，也有的好像能记呀，是什么？反正就是翻他的意思。反正你就记住，咱们的本师佛他就姓释迦，叫图巴，叫能人。佛陀释迦能人唐彻的，唐是跟前边唐都是唐，都是和前边和不是圣者了，和佛陀释迦能人相遇，对，就是一个逗号，一个暂时的停顿。说在未来时啊，与佛陀释迦能人相遇，然后这都是发愿的内容啊，后边啊。core 咱们学过，这动词就是转圈，名词也是转圈了，这最基本含义就是转圈。core 嘞就是从这个转圈当中，从它那个来不是从它里头吗？这个转圈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六道轮回，所以这个抽象意义就是轮回。从轮回中怎么着呢？那班缺玩消极，又是那巴日就是加强，就是说能够完全的彻底的缺玩解脱，完全彻底的解脱。消极就是愿，整个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但愿祈愿在未来的时间里能和释迦能人佛陀相遇，从轮回中获得解脱。他这译的简单叫释迦佛，就把那个名字图巴给这个省略了，因为咱们太熟悉了。好，咱们来读读这个，这就是回向了。你看这回向，这个还是回向的比较好吧，不是最好。这还是比较，你比如说从轮回中获得解脱，小乘的人呐也可以这样发愿啊。小乘他没有烦恼，就是从这个轮回中获得解脱了。小乘也可以这样发愿。咱们大乘一般发愿呢是这个获得无上菩提，就是成为佛陀，这个要求就比较高了。不光是获得解脱，因为小乘是只得到了解脱身，没有得到那个
清净法身，没有，他那个就是说，这是方便说了，就是说他从轮回解脱了，他获得了解脱身，获得涅槃，没有烦恼了，但是没有法身，没有见真实，这个咱们大乘一般发愿是就是获得无上菩提，这个要求高，这个要求不但要解脱，而且要见真实，获得就是你要跟佛陀相等，获得无上菩提，你就是成佛陀了嘛，这个是最彻底的发愿。咱们来读一下这个啊，因为这些故事啊，好多是那个小乘的故事，所以他就会有这样的发愿。看看，马翁拜取所，马翁拜取所，桑盖夏加图巴唐拆的，桑盖夏加图巴唐拆的，科尔瓦来南巴车瓦尔小姐，科尔瓦来南巴车瓦尔小姐，科尔瓦来南巴车瓦尔小姐。马翁拜取所，马翁拜取所，桑盖夏加图巴唐拆的，桑盖夏加图巴唐拆的，科尔瓦来科尔瓦来南巴车瓦尔小姐，南巴车瓦尔小姐。这个不自主动词的起源事儿，最后一句啊，给包日不干呢。给包日不干呢，给包日不干呢，给包日不干呢，给包国王日不是十分非常，是加强后边的一个土业地的副词，嘎就是高兴，乃就是从这种状态中，就是在这种状态下，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乃也可以说是以后啊。国王非常高兴之后，也可以说之后，就汉语虽然不这样说，但是语法意义上可以，就是说他非常高兴，然后呢他就说了一个话，也可以说成是这样的意义，也可以说成是在他非常高兴的，从他非常高兴的状态中，他产生了后边的，就是说这个语法意义理解。都是什么意思？哪个？都啊，都就是土野地，就是地，对对对。Ribdu 一看，就是副词 Ribdu， 这是拉丁嘛？这个拉丁就是表示它是就相当于那个汉语的那个土野地，就是这个非常的高兴，形容后边的动词。你要是后边是名词，它前面是形容词呢，它就不用都，它用那个阿克古伊是吧？用的。白勺的，对，就不能热不给，他就用另外的词了，用那个另外的形容词了。热不都是固定的，就是副词，就是加强动词的。国王非常的高兴，乃就是也可以理解成然后，也可以理解成这个就是在这个非常高兴的情况下，从这个状态当中啊，他后边做动作，做什么动作呢？他就说了一个这个。孝记，这说了一句这个祝愿的话，祝愿什么呢？说，缺将打给人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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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是你，将是也，你也打给人，打给是我的，人是民族、家族，什么种姓，什么就是这一类的，说。你也这个啊，这不读后边没法翻啊。盖玩孝记，盖玩孝记，盖玩孝记，盖玩孝记。希望生，希望生什么呢？这个苏就成了地点语格了，是吧？生到哪儿？希望你也生到哪儿呢？生到我的种姓，生到我的家族，希望你也能升到我的家族里头来。这肯定是这个对方要有投胎的愿望啊，他就说啊好，希望你也能那个将来投胎呢，升到我的家族里头来，升到我的种姓里头来。最后是戒麦所，戒就是咱们说的是代表所云所说。所谓就是所说了前边的话，麦所就是说了。
就是说的过去时，说了所谓的这样的一句话，什么话呢？希望你也能够将来升到我的家族里头来，整个意思就出来了。咱们看一下，再说一下他的意思啊。说国王非常的高兴，之后呢，他就借麦索，他就说了这样一句话，说了一句什么话呢？还是从倒着翻，说孝己，就是说希望，但愿你也升到我的种姓里来，就这样一句话。给包日不干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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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却讲打给人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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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玩孝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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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麦索，借麦索。这是不自主动词的起源事儿，就这个就完了。要不要休息一下呢？咱们要不就一气儿来一下吧。一气儿来一下吧。我看长时间没上，大家也不是太疲劳哈。休息了这么长时间，咱们就一气儿下来吧。因为我回来啊，这个备课就备到了这个75页、76页，刚才又背了一句，所以咱们没把握，咱们不讲，咱们就讲到这个76页头一句，咱们一下讲下来啊。第18节是总全书的第49节，就是周老师在读那个句子的时候，他就读说这是49节，他是全书统一编小节的。结果印书的时候呢，他又每一章重新开头了。这个是什么语法现象呢？不自主动词呢，表示自主的意思。什么意思呢？咱们看一下，说不自主动词加一定的语尾构成谓语，可以表自主，含有尽力去使不自主动作得以实现或避免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前边是发愿，可以理解说，某种结果呢，我希望，本来人不能控制啊，我希望获得某种结果，这还可以啊。但是在这个平常说话当中呢，会出现什么现象呢？就是不自主动词，但是呢，我希望能够实现这个，或者是并不希望实现这个，就是通过主观努力来达到某种状况，也会有这样的这个说话的情况。那是不是经过发愿了？不是发愿，那是上边是发愿，下边你看那个具体的例子啊，你就可以体会到，就是说人们经常在说话的时候，他本来是不自主动词，但是他说话就是说我希望，就是说也算有这个希望的意思，但是他用的不是命令式，就是说能够达到这样。咱们来看具体例子啊，这个用的不是命令式，就是用不同的动词来表示。你看这个第一种，说动词加巴尔切是能或者是说做，是吧？基本含义是做，能够做到前边的那个不自主动词，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不自主动词呢表示自主，就是我希望能够达到这种状态，有希望的意思，但是它形式上用的不是命令式，不是期请式。咱们看具体的例子来体会哈。气敌你，气什么意思？字词句话，就是表示说的话，就是敌是这个，以这个就是它是句格，用这些话后边什么呢？打给娘安，这个打给是我的，娘安是痛苦，咱们前头也出现过，娘安就是痛苦，我的痛苦。然后后边啊，上班切斗，上巴是一个动词，它的含义是一个是清洁、洁净，干净，这表示一种状态。还一个这个意思是清醒，就是原来睡着觉，现在清醒了。
这个醒过来了。再一个意思是明白过来，就是原来对这个问题疑惑糊涂，现在呢搞清楚了，明白过来，这么3个意思。像桑盖就是取的第2个意思，是吧？桑盖是生长扩大，桑盖就是这个一下醒了啊，而且这个醒得很丰富、很彻底、很这个就是完全清醒的人，也就是觉者的意思了。它3个意思：清洁、清醒、明白过来。这个咱们看这儿是什么意思啊？上班切多，切是能使，这咱们说过，它基本含义是做，就是做事情的做。但是它呢，这个做的现在时呢，有能的意思，能够这个前边的宾语是我的痛苦。能够清洁我的痛苦，是吧？用的是第1个含义，能够清洁、清净、清除我的痛苦，他用的第1个。清洁嘛，就是说干净的状态，能够把我的痛苦给弄没了，弄干净了。这个，然后咱们先把句子读完啊。Nyamdu sam，Nyamdu sam。Nyam 是心，就是自己的这个，就是咱们说的那个意识了，心。Nyamdu 就是地点余格，在心中，在心里。Sam 是思维、思考、想。这个意思就是说，在心里想，在心中想。用汉语最简单就是心想，那心好像成了那个主语了，心想动词，实际上是在心里的想了这样的内容，就是在心里想。然后你看他这本来这没有他这在翻译的时候加了个他可能是不好，那个句子不好说，所以他加了他心想什么呢？说这话就是前面的气敌你，用这个话这是主语，正消除我的忧愁。这个话呢正好呢能够，你看要是按那个咱们按那个词来翻啊，能够清除我的痛苦，能够清除我的忧愁忧苦。意思如果都明白了，咱们就来读一读啊。这个语法寓意是什么呢？说清洁清净，这是一种状态。你可以说我去打扫房间，我去，这是自主动词。最后打扫，结果打扫干净没干净，这是一个不自主动词，这是一个客观这个决定的状态。所以呢，这个清醒也醒过来，我想醒，比如说我们现在在梦中想醒，这你可以自主，但是说能不能醒过来，这是一个不自主的状态。所以这个丧吧是不自主动词。不自主动词呢，它这是怎么说呢？他说这个话呀正好能消除我的痛苦，他把不自主动词当成自主动词来用了，就是好像这个话它就能好像消除我的，这就是生活当中出现的一种情况，就是说有时候就把不自主动词当成自主动词来用，他前边说的是使不自主动作得以实现什么或者避免的意思，其实也不见得那意思，他就是直接就是不自主动词当自主用，就是说这个话能消除我的痛苦，因为他已经达到这个状态，所以他就说这个话，这是一种语法现象。不自主动词表自主的时候呢，一定是用后边加动词加这个词尾来表示出来的。大家知道有这个语法现象就是了。下边呢咱们就来读一下啊。气敌你打给娘安上班切到냠도 쌈气敌你打给娘安上班切到냠도 쌈咱们再看第二句。럽도穷为缺你럽도穷为缺你럽도咱们说了是非常的加强，
非常的什么呢？穷啊，这个是出现、显现、升起，热不就穷，非常啊，热不都还有这个就是上品的非常好的哈，非常好的这个升起就是出家，咱们说过这个他藏文译这个出家译的很好啊，是一种非常好的这个显现，非常好的升起，出家。出家的法，出家的法，这是主语啊。后边düge k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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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üge 两个塔，记住，这就是魔鬼的魔鬼就是魔鬼，就是魔鬼，这个düge就是魔鬼。D 是的 kor 是。咱们说了，圈是转圈是吧？转圈做名词用呢，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围着它的，就是它的眷属，就是它的这个随从，或者是什么，反正就是挨着它的一圈的东西吧。所以它这意就是魔之眷属，没巴且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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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巴是没有，日巴日且。这就是能够成为没有，能够变成没有，能够达到没有，也就是能够使魔的眷属呢，能够使魔的眷属没有，就是出家的法能够使魔的眷属成为没有，然后经就是和，不但能够使魔的眷属没有，还能干什么呢？桑盖给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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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桑盖是佛陀的，懂是什么呢？是骨头的境遇，懂的本意是骨头的境遇，骨头的境遇这是本意，然后它引申出一个什么抽象的意义呢？就是氏族姓，家族氏族姓，就是这是什么姓的？这是什么家族的？骨头的境遇引申出这个氏族来，家族来。佛陀的家族，佛陀的姓，佛陀的这个种姓，佛陀的家族。后边错巴尔切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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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巴，那错巴是什么意思呢？错巴一个意思是合拢，就是两个东西给合在一块儿，合拢就是一个提手一个龙天的龙，合拢。第二个意思是什么呢？长满，就是生长圆满，生长的这个就是很旺盛，很这个达到了这个圆满状态，生长圆满，长满，也可以就是你比如这个园子里的话，长满了鲜花，山上长满了树，抽象意义呢，也就是生长圆满。你比如说这个使佛陀的家族生长圆满，使佛陀的家族就是本来人间那个佛陀的家族没几个，你看现在佛子就很少，出家之法呢，能够使佛陀的家族啊生长圆满，人人都成佛了啊，那个都这个就是到处都是佛子了，到处都是佛陀家族了，这赞扬出家之法。这个出家确实是很重要的一个修行到某种程度很重要的一个标志，你达不到那个程度根本就生不起出家之愿，达到出家之愿，这证明这个人确实这个修行到了这个一定的阶段，所以赞扬出家之法能够日不穷为确你出家之法能够使魔的眷属变没有，那还能够使佛陀的家族呢生长圆满，那就是这个长满这个有情界吧，就是让人人都能成佛这么一个赞扬。咱们来读一下啊。热不穷为确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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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üge kor， düge kor， 没巴且景，没巴且景， düge kor 没巴且景， düge kor 没巴且景，桑盖给懂，
三界给懂，错班切斗，错班切斗，三界给懂，错班切斗。三界给懂，错班切斗。这就是你像这个使魔的眷属变没有，这是一个状态。这就是说我们想消灭魔的眷属，这是可以自主控制的。但是魔的眷属变没有，这是一个客观状态，这是一个结果。这种结果能不能达到，这不是由我们这个能够控制的。你必须经过努力，然后客观的因造成了，它才会达到这个果。所以这是一个没吧，这是个不自主动词。结果呢，我们这个句子里头呢，就把它当成一个自主动词用，就是说你出家的法就可以把魔的眷属弄没有。后边这个也是使它生长圆满，也是一个结果，不自主的。加一个动词能够使它圆满，就是用一个动词来把它变成带有自主的含义，就是带有我们就是要把魔的眷属弄没有，让佛的这个家族来兴盛。这就是这个不自主动词表自主，它在实际句子里头呢会有这种现象。咱们再来看右边啊，要不咱们休息一下吧。